Hello，大家好，今天要跟大家推荐一间我个人蛮喜欢的欧语书店，它叫做上林文化 （Sunny Books）。然后呢，现在它位于台北市辛亥路一段上面，那捷运到台电大楼站，然后2号出口出来，走路大概5分钟的时间就到了。好，那现在就带大家来看一下店里的，就是他们现在有一个特卖活动，那全面是8折的优惠，时间是7月1号到8月31号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就进来店里看看。店内是主要以欧语为主，那这边有法文书籍，然后中间是德文书籍，以及后面这一区是西班牙文书。往后看呢，这边有俄文书，然后意大利文的，以及整排过去的法文书籍。店里面很可爱的是，他们有用这种小国旗啊，就是做书籍的分类，你可以很快的找到你想要的书籍。那因为我本身是西班牙文系的，那我就跟大家稍微介绍一下西班牙文书籍的部分。这边都是童书，然后我们这边走，这一区是绘本的部分，这里是店内他们最近才刚进的一批，全部都是有关猫咪的绘本，有兴趣的朋友可以来看看。那我们走到这边，这边是西文小说，然后像这一本啊，这边小王子的部分也有西文版，那当然法文版，然后其他语言的版本在这边都可以买得到。然后这一本是时间裁缝师，然后经典的堂吉诃德也有，然后这一本是就是以圣经纸做的精装版。然后到后面这边也是全部都是西班牙文的书籍，那你可以在这边找到很多的西语学习书，有文法书，有绘画课本，然后有字典、动词变化等等。那这边整排全部都是读本，然后也是有分等级，从 A1 到 B2 都有，以及这边有 Garcia Marquez 的书籍，然后这边还有哈利波特西文版。波特迷如果想要学西文的，也欢迎来这边找寻，然后看一看哈利波特的书籍。整间店不大，那非常适合在这边度过一个悠闲的下午。有兴趣的朋友欢迎来走走看看哦，拜拜。